好啊，歡迎返嚟我哋嘅我是狂龍王。今日我哋繼續玩滅鬼之路啊！上一集係我哋講關於 SP 嘅驚雷戰日，佢係一個 SP 入邊最強嘅全面輸出啦。嗱，上次我講咗，我預告咗，今日我會講無一郎嘅。上次咧我就話好多勁嘅 YouTuber，無一郎同埋驚雷戰日係一個好勁嘅組合，因為佢有 AOE 有單體。嗱，今日我就會介紹一下。究竟無一郎有幾勁？點解咁多高手都中意用佢咧？你冇好多霸榜嘅人咧，都係好中意用無一郎嘅喎。我哋揾下先啊，11口啦。呢個冇，因為 UL 就一勁過 SP 嘅啦。揾下啲友先，例如呢個。你諗下佢哋，如果佢哋有 UL 係唔會用無一郎，我冇 UL 啊嘛。嗱，就算佢哋最多都係用嗰啲輔助嘅啫。揾下先啦。我哋唔使揾住，但係通常咧，無一郎都係好常用嘅，探索盲呢嘅輔助都係啦。今日我哋講關於無一郎，無一郎同戰日一樣，都係風系嘅角色。佢有乜嘢厲害咧？首先一技能對敵方全體單位造成自身攻擊力嘅80% 傷害，85中40加埋400%，並有30% 嘅基礎對敵方隨機一個單位得一個單位造成算溫。跟住為敵方當前嘅攻擊力最高嘅單位增加個離啦，離係咩？一個印記，傷害減免降低10%，之後我哋打佢嘅傷害會增加10%，傷害加成降低10%，受療率降低20%，持續2個回合啦。跟住當回合結束之後會擴散去到其他隨機2個單位。之後釋放呢個技能之後，會為自己恢復10% 嘅極限值。並有30% 嘅機率為自身附加無障。無障係乜？效果抵抗提升20%，即係人哋打你冇咁容易俾人控制住。俾人控制嘅時候就會消耗呢個效果，解除控制，持續1個回合，最多得1層啫。如果佢係處於呢個斑紋，就會呢個暈佢嘅基礎就會提升去到60%。嗱，一技能有控制又係 AOE 喎。攻擊提升40%。生命提升20%，暴擊率提升15%，暴擊率對佢嚟講好重要嘅。回合開始佢會攞得雲霞，雲霞係自身攻擊力200%嘅護盾，無法被驅散。喺無一郎回合嘅開始嘅時候，將會驅散呢個護盾。如果佢嘅生命值係高過80%，就會額外獲得雲輕，雲輕係攻擊力提升30%，持續1個回合。呢個大招啦！釋放技能之前就即刻觸發所有離嘅擴散效果，並刷新離嘅持續時間啦。即係本身剩低1個回合，佢就會刷新變咗2個回合啦。跟住對敵方攻擊力最高單位造成400% 嘅傷害。呢個係單體目標嚟嘅。如果已經攜帶離，咁就會增加30% 傷害啦，同戰日差唔多嘅。如果唔攜帶離嘅話，就會為佢攜帶離啦。釋放呢個技能之後，就會為自己恢復15% 嘅極限值。如果佢喺斑紋狀態之下，咁樣就會釋放技能之前就會無一郎會驅散目標，攜帶所有嘅增益效果。被動技能有方單位包括無一郎自身行動之前，無一郎俾人攻擊之後呢，我當對面全部都係 AOE，都會增加2% 嘅極限值，即係我哋。係啱啱呢個都應該會增加極限值嘅，係會回復15% 極限值啦。呢個即係加埋我哋有方單位20%，唔係10%，當佢係16%啦，因為會有連擊㗎嘛，通常都16%加26%，呢個26%，呢個36%，51%，51%唔係50%嘅極限值啊！咁樣普通攻擊都會為自己增加5% 嘅，咁就等先。呢個極限值其實係好重要嘅，佢上限就會為佢進入戰鬥時候攻擊力嘅500%，即係一開始嘅攻擊力嘅500% 啦。佢攻擊之後，如果極限值唔低過80%，即係高過80%，就會對攜帶離嘅目標造成極限值嘅傷害。對未攜帶離就會造成30% 嘅傷害。咁樣就會造成傷害之後會清空極限值。無一郎行動之後，將會獲得一層熾熱嘅戰意。就係攻擊力提升1% 啦。如果造成暴擊會額外獲得1層。當呢個戰熱累計去9層就會開啟斑紋。垂雲之紋
攻擊力提升20%，速度提升20%，去到戰鬥結束無法被驅散。當佢處於呢個斑紋狀態之下，如果極限值低過80%，咁就獲得10%嘅傷害加成同埋傷害減免啦。所以咧，我呢個角色我係用咗一個暴擊率嘅書，中級暴擊率11%，呢個13%生命，18% 攻擊，速度30，暴擊率5%。呢個前面都有個暴擊率加成嘅，所以15、20加埋我31%。呢個一開始第一技能目標少於3，傷害提升30，本身係400加埋400噶嘛，係咪？400呢個400嘅400就可以變430啦。跟住戰鬥開始，為自己增加一層無障係咩啊？免疫控制技能嗰個咯，增加嗰個效果抵抗提升20% 嗰個速度，呢個個都係差唔多噶啦。當無一郎受到致死嘅攻擊嘅時候，將會免疫死亡，並為自己獲得恢復自身最大生命值嘅30%，為自己一個能夠抵擋一次攻擊嘅免疫盾啦。免疫盾係等於咩啊？佢嘅免疫盾係同炎柱坦克炎柱嗰個免疫盾差唔多嘅，係免疫一次攻擊技能不持續傷害反擊，傷害就會非直接傷害就無效嘅，即係令到佢哋傷害免疫啦，免疫一次啫，得一次啫。跟住成場戰鬥淨係會觸發一次免死，獲得斑紋嘅時候就會驅散所有減益嘅效果。所以你而家知道咧，我帶呢個暴擊書嘅原因就係因為我覺得如果帶暴擊書可以咁快開啟斑紋。咁快開啟斑紋可以做咩啊？咁就可以咁快咁樣令到自己有更加強大嘅攻擊力，同埋令到自己可以驅散自身所有為敵方單位造成嘅任何傷害啦。嗱，其實咧我都覺得咧，如果善日同埋一齊咧係同善日同無一郎一齊，其實都係好勁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完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